您看这是什么？麻将啊？非也非也，这是地理学。这个是北大副教授，这是副科主任，这是发改委科长，这是工商局科长，这是幼儿园园长，上市公司创始人，跨境电商大老板，这是影视公司总经理。我妈也不打麻将，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只要您母亲是张慧，我这一副就是天胡牌，这些全都是我卖出去的墓穴，全部都是按照地理排列。你看，这邻居都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，您母亲能跟他们做邻居，那你也就放心了。这左右挨得太近了，我这花没法放啊。宽敞的那就不是这个价位了，这跟买房子是一个道理的。我就剩这2个穴位了。左右都是陌生人，会很孤独的。那您可以考虑把2个都买了呀，这样就不孤单了。将来您的父亲啊，我没有办。那100年之后您也是需要的嘛。现在买比那个时候不知道便宜多少倍。人生总是需要提前规划的。等我死了，我要把我的骨灰做成烟花，绽放在空中，不占用国家的丝毫土地。那您还有其他在世的亲人吗？比如说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什么的。怎么换台了？我看您睡着了，让我看会儿呗。你回家看去。这不想在这儿陪你一会儿吗？你是护工吧？怎么不穿工作服啊？我啊，榴莲。榴莲谁呀？你外孙女。我有外孙女了。我女儿在哪儿啊？我女儿呢？外地出差了。啊，出差了。你记得给她打个电话，让她在网上给我买个夹袄，要带领的啊。没领就没领呗，干嘛非要带领的？没文化的才不要带领的，那有的人，那领都到胸口了，不像话。行吧，买带领的。没事儿，你就先回吧，我到楼下溜达溜达。最近身体不好，别下楼了呗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我不下楼转悠，那帮老太太，哼。
但现在就像在看别人的生活。可能是我不愿意相信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沙漏，想得美，跟你喜欢的花在一起。